通常呢，你认识一个新朋友，或者是你对于一个你想要更加了解的人，你会好奇他到底今年贵庚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讲这句话，听清楚喽。你今年几多歲？你今年几多歲？你今年几多歲？你今年几岁？这一句话呢，可以让你更了解对方，好不好？我们接下来看看这句话怎么使用。走。你今年几多歲？哇，好早哦！哦，一大早公园就按闹耶，这么热闹啊！我以为我这样已经算很早起了呢，没想到这些人比我更早起。哎，那边有一个阿伯，我们过去看看阿伯在做什么啊？阿伯坐，那按坐弟弟啊，走马给这么早在这边做什么啊？哦，这叫运动，打太极拳、跳舞。啊，运动，打太极拳，打太极拳，还有跳舞，哎，阿爸，你看起来懂天空，很健康哎。你今年几多歲？你今年几岁75歲。哦，75歲，75歲，看起来还这么健康哦。那我懂了，所以我们要跟阿爸一样，每天来这里运动，打太极拳，打太极拳，跳舞，就可以像阿爸这样子健康，像年轻人一样。那你继续，阿爸，你继续运动好不好？我在这里陪你哦。复習時間，你今年幾歲？你今年幾多歲？你今年幾多歲？真熱鬧，按鬧熱，做什麼？走馬街，跳舞。行真嘢客家 V&B，本人睇架，傾下嚟講客家話。